公福即阵也满世界拢是烂土，加上当初时的大水是甲真侪车拢冲去，所以讲即阵灾民就算想要去领物资，交通嘛真无方便。所以讲花莲县长、花莲的议长就招志刚是一户一户送物资去到灾民的手头。另外，张是有些爱心团体想要送食是去公福，却是去互警方炸落来，引起真大批评。即阵花莲县府是宣布讲，只要表明去灾区是要送食食的，就放行。公福乡灾情严重，大量的物资摇入来，志刚的手无停过，无用加一项用品跌落地下底，希望赶紧将物资送去给灾民。就是有口罩、毛巾、沐浴乳，然后还有鞋子，就是清洁用品。我从台北来，就有志工，还有车长，就有广播说，就是这边物资没有人手，所以就问说有没有人要来帮忙。这届房山湖的大水，唔但人家厝淹去。公福乡真侪灾民的交通工具嘛规拢浸水，真侪受灾户无法度亲身去收容所或者是县府指挥中心领物资。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招志刚一户一户，将物件送去互交通不方便的灾民。今天更有一些年轻的从外县市各地来，大概将近50位的志工来帮忙。各界拢来斗3工，新北的物资嘛要送来花莲。不过，二北发生义工要来煮食的团体，因的车去予警方砸落来。义主团的志工批评花莲县府阻碍因入去市区，无顾灾民甲热心的志工无饭通食，引起争议。花莲县府嘛宣布，今仔日已经订25000粒的便当。中央地方机关的救难人员，还有各界前来的志工，那花莲县政府在今天的中餐晚餐的部分，花莲县政府已经掌握已经订购了25000个便当。陈建春表示，只要是送食食、送便当，甲义主团的车，甲交通管制人员表明车入去的用途，一律拢会放行。为了确保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有体力继续救灾，农粮署宣布为29开始，逐工会提供便当送去指挥中心，由国军甲志工协助来分，固定伫中昼12点半甲暗时6点定点来发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